那么第三个啊，就是下面讲的是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作者因为就是以这个三种特法的原因呢，对这个此法呢就是产生信心，产生欢喜心吧。折服一切供给者，上下谦和无相违，能持有情至二理，此教令我真欢喜啊，真欢喜。那么这个说啊，就是作者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其实对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身教就是教法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这种欢喜心和恭敬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因有这个三种。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就是佛陀你的这种这种真理啊，其实呢就是让这个折服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外道。声闻外道、疏论外道、孙氏外道等，就是所有的这些外道呢，就是与你这个你和你的这个教徒进行辩论的过程当中呢，谁也就是不可能就是这个胜过你全部都是以你这个夫人以你的这个真理来以宣说的时候呢，就像狮子后面前呢，就是其他的这个群属就自然而然这个空话套住一样的，就是所以呢就任何一个攻击者呢，就是对没办法就是折破你的就是观点，就是这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将来也是这样的。所以佛陀的这个教理的话呢，谁也没有让这个破斥就这是就是欢喜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有些人是欢喜的话呢，无缘无故，你为什么是对他这个那么喜欢呢？那么高兴呢？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但是我对他很深的欢喜心的，不说了。宗喀巴大师不是这样的，他还是有原因说的，就是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佛陀的这些经教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上下和这个内部的自相矛盾就是前后这个矛盾的也没有，上下矛盾的也没有，错乱的也没有就整个就是从这个就是这个有些说是49年就是说法，不管怎么样的众生不同的面前呢，就是都宣说了，就是这个84000法门，包括这个须部就是所有的这些法门呢，如果有智慧的人去解释的话呢，当然里面有一些疗愈和不疗愈的，但是呢，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众生而选，所说的全部都是对众生有利的，根本不会有需要就是经过这个历史或者是过了多少年以后完全淘汰的。现在这句话根本不用的，有没有？没有我们第一转法论里面就是讲的是四法印开始就是讲的，第三转法论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如来藏，最后呢就是讲的是那个就是佛的这个无上的这个须波这么多的这个法部当中的话呢，现在根本不需要，因为时间已经过旧了，就是过期了，就不需要的，没有的，就上下矛盾、前后错乱的根本是没有的，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而且这种这个法要虽然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倒是就是我们不值得舍弃，我们不值得去接受。但是对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话呢，暂时和究竟呢，就是得这个利益的，或者说是时间和出时间法方面呢，也有这个利益的或者呢就是说就是自己和他人就是自己和他人，让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话，这样你去有信心、有缘分去接受的话呢，都不可能是不得这个利益的。正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宗大师就是对这个佛陀的教法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这个欢喜心。我们也是应该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发现的这种创始者的这种这个智慧，但是呢，宗喀巴大师这样说了以后呢，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应该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谁也没办法就是替代的。好像在这个杂阿含经里面讲的吧，就第24卷里面就是说的什么这个如大海之水，牛己不可用就是牛己所不可用，牛己所不用。如大海里面的水呢，就是在牛的这个脚印里面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容纳的不容纳的。如是佛之海，愚人不可测就是不能测。就是如是佛之海，就是愚人是其他人，就是一般的人呢，就是不能就是受持的意思。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佛陀的这个如大海般的智慧的话呢，我们就是一点一滴的也不可能就是与他这个衡量的。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广大无比的智慧
就根本是无法就是对他的这个衡量的，尤其是他呢就是对这个重视呢有着这个背信，就是当然这个科学家和一些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外道也是有这个内道当中也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实践人当中也是有智慧方面就是比较不错的也有，但是背信方面呢就是像佛陀一样的是没有的，应该是也是《法华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是什么度脱诸群生，随顺其行智就度脱诸这个群生，就是群是那个群众的群，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随顺其行智，玄常无穷尽，为是佛境界就是玄常无穷尽，为是佛境界，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其实让度化，就是度脱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群生，而且呢，就是随顺他们，就是让这个宣扬就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法门呢，这个是只有佛的这个境界，就是别的众生的话，那就是谁的没有办法的谁都没有办法的。所以真的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外道就是看到一些现在的一些智者们的这个学说的时候呢，对于佛陀越来越这个起信心。马达讲解中那个知道。Arnavsamba terta tertram goncho la dakayetna taprachir martak chanji na chirta arnavsamba terta tertram goncho la dakayetna taprachir 书生展里面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寄送就是这个书生展我好像没有翻译是吧？就这个大概的意思是，我对这个外道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越来越去分析和思维的话呢，就是护主本师你的这个对护主本师你呢，就是越来越就是产生信心就是大概整个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藏文里面就刚才是那个寄送，就是我用就长行文这大概的意思说吧，就这个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真的像你越来越研究这个物理也好，量子学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天文地理就实践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学说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是一定会是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佛陀是最了不起的最了不起的当那东巴人帮那中等出来叫什么去吉拉吉呢吉拉的吉呢就就我们来用的单，好像也是书生站里面就方法经常用的，我都好多年没有用忘了，但大概不说，应该意思是就是这样的，懂的这样懂的。当的东巴上帮的中等中的叫甚至基拉的人就们来用的单，对，就是应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是那个原理，就是其他这个道士就皈依就是佛陀您为什么呢？因为你具有这个原理过患，就是而具有这个一切功德。就是这个寄送就是我是原理这个其他道士而这个皈依就是佛陀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这个原理过患而具有一切功德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欢喜心呢来这个皈依，就是以后我们应该讲一讲书生传，就里面就是很多都很好。说了几次，但是也许讲不成的，不知道。所以就是这个什么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对他这个皈依就是生欢喜心的原因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